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叔。今天是2025年10月29号，又一个资金盘爆雷啊！这个雷还不小。最近有媒体报道这些天河南金融川被一颗巨雷震得嗡嗡作响。在郑州扎根10余年，号称短差过桥王的资金中介包小伟，在郑州人送外号包哥，被曝携带20-30亿资金跑路。10年前最后定位显示在老挝，又是东南亚。这个消息说最早从受害者群里面炸开，什么时候炸开的呢？就在大家欢度国庆、中秋双节的时候，有投资者发现包哥微信不回，电话关机，最后行踪停留在老挝。这是一个年化收益超过100%的一个资金盘，日息1300%。年化超100%，抵押房子也要投入，资金全走个人账户。在河南资金中介圈里，曾以慈善达人示人的包小伟，圈内人称包哥，用一场失联撕碎高息神话。包哥主营百战、短差类等资金业务，主要模式是通过吸收社会资金，形成资金池，进行展业经营，主体无金融牌照。在这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百战险战。我在以前节目介绍过，有很多网友应该听过，但是毕竟还有很多是新网友这个没听过。什么叫百战，什么叫险战呢？我举例子比如上市公司他做假账，他说他盈利了10个亿，那你账上就得有这么多资金，或者有这么多相应的资产。有资产麻烦，因为资产人家能看得见，那个审计师去点，对吧？他会到库房看。你说你买了房子，人家去看房子；你说你盖了厂房，人家看厂房。一般的上市公司做假账呢，他就是我赚了10个亿的资金，那都是现金。那现金在哪儿呢？保险柜放不下，对不对？一般的就存在银行的户头，也就是你上市公司在银行那个账户余额加到一起，真有10个亿。那审计师就说：“哎，这个对吧？他真有这么多钱。”实际上做假账呢，他账上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呢？他那利润都是造假出来的，不可能有10个亿现金啊。那审计师要来审计怎么办呢？所以有个行业就应运而生就叫百战险战。所以说上市公司做假账能催生一个行业叫百战险战。百战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等到审计师要来审计的时候，我在你的账户上让它出现10个亿的数字。怎么出现呢？那百战的公司他就会在审计师来之前一天把10个亿打到你的账户上。审计师来了之后他会给这个银行发一个询证函，说某某某公司在你们银行是不是有10个亿存款？那银行一看有10个亿存款，马上给他回一个盖上公章，确实有10亿。审计师只要一拿着这个回函，或者审计师负责任一点这钱太大，10个亿，我得亲自去趟银行也可以。去银行去一查，说账上确实有这么多钱，盖公章，好，审计师他就认可了你账上确实有这么多钱，对上了。但是实际上你是没有这么多钱的，怎么办呢？这就是百战公司，就是包哥就来了，给你账上放10个亿，放3天，审计结束，这个钱他马上就打走。这3天，一天，比如说3/1000，10个亿就是200万或者300万，大概这概念吧，或者是1000万费用人家就赚这个钱。我这个说的是原理操作手法非常多。我为什么知道这么详细呢？大家也知道，我以前做过私募，跟这样形形色色的公司打的交道太多了，各路神仙。在北京这样的公司也很多，而且他们都在那个高楼大厦里面，显得非常高端大气上档次。对吧？你去跟他谈业务那开口都是多少亿的险战。具体的操作手法这个咱这里就不讲了，只是让大家知道有这么样的公司在，那你就知道这样的公司越活跃越说明什么问题不就是骗吗？不管他是出什么目的要么就是骗审计，要么就是虚假做业绩，对吧？财务造假，要么就是什么呢？就征信，就是我为了去银行贷款，或者我为了跟合作伙伴显摆我有这么多钱，为了取得别人信任，对吧？我暂时在我这账上摆这么多钱给别人看，为了让别人更加信任你的实力，这实际上这都是为了骗。所以只要有百战险战公司在，就说明咱们这个金融咱们这个国家这个市场体系有问题。而包哥就是在河南郑州干这个业务。我们接着看说此番风暴不仅卷走了巨额资金，更折射出非级模式巨大风险，也就是非法集资最大苦主徐某涉及3个小目标，也不多3个小目标
说第一个是票据圈大佬集体深套。最新爆料显示啊，最大受害人徐某某一人便涉及3亿资金，而刘、万、蔡、孙等一众企业内知名大佬均在其中，涉资千万起步。也就是把郑州的这个险战、百战圈的这些做短融、做这种过桥的这种资金大佬一网打尽。说基于过去10年建立的信任瞬间崩塌，包括所涉资金超过30亿，信任在巨量资金面前显得如此的脆弱。金字塔集资模式崩塌，底层散户买单，也就是刚才说的什么刘哥、万哥、蔡哥、孙哥这些，他们受害是最大，但是他们下面还有散户呢，他们的钱也不是他自己的，不知道从哪儿飞吸来的。包哥在江浙的集资渠道实力为典型的金字塔结构，层层募资，每一层都涉嫌非法集资，底层散户的资金经多道中转汇入包哥账户，如今渠道方面临双重绝境，巨额损失难追回，法律制裁更难逃。现在是一地鸡毛最冤的是员工牛马，部分员工自身资金也被吸入无底洞，真可谓寸草不生。更棘手的是，作为业务经办人，他们难以撇清关系，未来将面临漫长的法律程序配合，身心俱疲，老板跑路，员工顶雷，行业悲剧莫过如此。确实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大家不难想象。假如你是中职的员工，对吧？假如你是那些资金池、庞氏骗局、P2P 员工实际上他没有爆雷之前，你是吃香的喝辣的，显得人生那简直是事业的上升期，对吧？未来一切皆有可能。但是一旦他爆雷，最倒霉的实际上是员工，因为老板人家有预谋，早跑了，颠了，对吧？换成比特币跑了，但是员工跑不了结果员工自己赚的钱全部投在里面，打了水漂不说，这个七大姑八大姨、亲戚朋友估计都被他骚扰过了，能刮出来的钱都刮了，投在里面。那这些人都得跟他要钱呢，对吧？人家找老板找不着，人家没有，人家找的是你，对吧？是因为你人家才投的。完了之后，这还没完呢。如果说这个只是欠债的吧，那你慢慢还，一辈子还吧。关键是这个一旦是定性为非法集资，这员工还要坐牢，对吧？你员工你得老老实实赶紧退钱。你先把钱退了，那么你可能就是免于追究刑事责任。如果人家退钱不及时，把你还给抓了。所以说，确实像这种 P2P 飞息员工是最倒霉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所在的企业涉嫌干这种事情，你千万不要贪图一时的这种收入利润，那个钱有命赚没命花，因为迟早要爆雷，一爆雷就要清算。一旦爆雷，一旦警方受理定性为非法这个吸收公众存款，那立马所有的员工就会收到警方短信温馨提示，让你退钱在截止到哪天之前主动到哪个机关去把钱退了，好，对你就免于或者叫缓追究刑事责任。这不是开玩笑的所以说员工是最惨，真正的鸡飞蛋打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这不就是恒大理财的那些员工最惨的地方吗？必须理清此次事件本质是集资款被挪用卷跑，而非短拆百战业务本身爆雷。但此事必然对采用类似资金池模式的玩家造成巨大冲击，引发信任危机。玩得狠的人家专门坑百战的，但是最近百战的也学精了。玩得狠的什么意思呢？你看比如说我这企业我欠了外面，对吧，几个亿了已经，另外一个公司把我已经告了，我欠他几个亿，但是他没有申请执行，因为我账上没钱，他也知道我们俩人串通的。这个时候百战公司来了，我说你把4个亿在我账上摆一下，多少钱给你？百战公司一看，这可以好，同意了。等他把钱一打到我账户上，对方立马通知法院，法院立马查封冻结，那钱就被执行走了然后至于你这个百战公司，你跟我打官司，他接着打呗，你告呗，反正我这啥也没有。你看看这个水有多深呢？那百战公司他也有办法，叫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各有各的办法所以这个行业水特别深，所以这个行业就会涉及到社会的各种阴暗面。你想想，它也有涉及到这叫什么黑场、灰场，还有法院、公安，所以说这种事情就不是一般人能玩的。包哥是哪儿人可能不那么重要，但包哥在哪儿发展了10年很重要。
在郑州的资金圈，包小伟曾是靠谱的代名词，也就是在他跑路之前，那他就是一个叫郑州黑三郎，对吧？这个河南胡宝义，郑州的及时雨。身为郑州贵重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、河南有味老友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，他通过朋友圈构建政商通达、乐善好施的完美形象。商务签约合影、定向捐赠50万元物资报道、新能源项目考察视频轮番出现。2024年初，他以此为新日支点，在私域社群推出短期理财项目，以15%年化收益率为诱饵，前2期按时兑付本息，还宣称有新能源产业内部额度深谙熟人拉熟人裂变逻辑，后期更抛出股权众筹，称3年内回报率可达300%。这么低劣的这个营销手段，居然还有好多人信。2024年呢，还有好多人信，这个就是被骗的人这个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同情的。2024年了，居然还有人相信15%的理财，还往里扔钱，被骗也是活该什么新能源产业额度，那不和当年这个2022年中植骗我一样吗？2021年10月份给我打电话是吧？也说是新能源产业符合国家政策，结果被我一针见血的指出你这就是资金池是不是1年以后就爆雷了？我当时还做过节目，是不是？当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做了个节目，结果很多这个智商不全的、脑子有点问题的说我这个恒大理财被套。我当时只是拿恒大理财说事，以这个为诱饵，这个跟这个中植的业务员聊一聊。确实人跟人的智商理解能力差距太大。所以说到了2024年，居然还有那么多人去相信这种理财，3年回报率达300%。那这个包哥的非法集资这个套路是什么套路呢？包哥以存续至2025年9月的河南有味老友粉公司为壳，什么有味老友粉什么意思名字都不太好记的吧？编造热门概念，用初期返利制造稳赚不赔假象，依托亲情、地缘、友情织就信任收割网。2025年9月底，投资人发现提现通道关闭，联系包小伟时，其已注销关联企业，清空社交账号，仅留下项目临时清算自动回复，也就是人家蓄意要跑路的。曾与他合作的商人苦笑，以前圈里传找包哥不用愁，现在成了包哥专包别人的钱。在报案现场，一位老年投资人哭诉，把养老钱都投进去，现在连买菜的钱都没有。据受害者自发统计，登记报案人数超1200人，涉及金额数万元至千万元不等，合计约25亿元。也就是这个只是暂时的这未经核实，恐怕最终的数字比这大得多。资金流向成谜，办案人员分析资金或用于前期返利，以项目运营名义转至关联账户，甚至可能通过地下钱庄流向境外。投资人转账记录显示，大部分资金转入河南有味老友粉公司账户，但该公司注册资本仅200万元，更像过账工具。知情人士投资透露说他跑路原因是将资金挪用炒期货，遭遇严重亏空，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。如今30亿资金去向成谜，投资者血本无归，中间商焦虑不安。实际上包哥的生意经就是资金池非法吸储资金池项目。为什么这个中植一给我打电话我就知道他是资金池呢？因为他没有办法说出他项目名称，项目在哪儿，他只能笼统的说新能源项目，所有上市公司的新能源项目他们都会参与，那我就知道了，那不就是个资金池吗？往哪儿投你也不知道。一般的理财你比如信托，它有明确的指向，就是投哪个项目，甚至连个停车场名字都跟人说清楚，这个停车场的改造这个项目。一般的理财刚开始都是有项目的，为什么后来发展到资金池呢？就是因为它很多项目爆雷，它那资金没法兑付，那怎么办呢？只能挖东墙补西墙，最后就形成个资金池。就是你把钱投进来，我假装说投 A 项目，实际上不是的。你把钱投进来之后，到了我这资金池，这个钱实际上是要付 B 项目的，付完 B 项目再来钱，
我去付 A 项目，就来回这么倒腾，它就变成个资金池。那资金池实际上就是庞氏骗局啊！资金池最终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流进来的钱只要大于流出去的钱，那么你这个资金池它那个资金还在增加，资金池就不会资金就不会断裂。如果你流入的钱大于流出的钱啊，就是资金不会枯竭啊。如果流入的钱小于流出的钱，马上就爆雷，就是庞氏骗局啊！公司无金融牌照，以百战短差为名，长期吸收社会资金，形成资金池，本质是非法吸储。但是他靠口碑，就是他给人家都是及时兑付，10年积攒的口碑，就是为了等这一天，等他钱攒够了，差不多了，一把跑路，对吧？你刚开始就跑路，没多少钱呢。据受害者自发组建的互通群统计啊，说涉案金额已从初始的20亿元飙升到30亿元以上，且每日新增受害者超100人，最大单一受害人涉及资金达1.2亿元，其身份为长三角某上市公司财务总监。这下好了，上市公司的钱也爆了啊！这肯定是这个财务总监挪用上市公司的钱去投资啊，想赚个差价的。这下爆雷了。目前受害者已形成3大维权联盟，中原地区联盟以郑州为核心，涵盖河南、河北、山东等地投资人；长三角联盟上海、杭州、苏州等地票据圈资金方；大湾区联盟深圳、广州、东莞等地的企业主。你看看啊，这个中原地区啊，郑州为核心，基本上是那些散户投资人。那么长三角主要是杭州、苏州、上海的票据啊。资金方就是他们出钱，他们的钱通过票据挣过来的。大湾区呢，主要是企业的钱。2025年3月首次出现兑付延迟，包哥以系统升级为由拖延。实际上啊，2025年3月份已经有苗头了，资金链断了，但是包哥一番解释啊，大家也信了。2025年6月，部分投资人发现资金流向币圈，包哥解释为对冲策略。2025年9月。内部员工爆料称包哥已转移资产至海外。2025年10月，包哥失联，其上海豪宅被查封。实际上，这些受害者啊，并不无辜，因为有很多人他们明明知道这个有风险，但是他为了追求15%的年化收益，实际上这就是贪婪导致的。他们知道啊，这个很有可能要爆雷，但是这玩意儿就跟那个吸什么，对吧？毒品一样，一旦上瘾，他没法控制啊。这很多人不了解啊！你想，你1个亿放里面，一天多少钱利息吗？很多人自己没那个钱啊，他那1个亿从别的地方倒来的差价，他只要赚1个点的差价，1个亿这什么概念？1个点是不是100万？1个月100万，什么概念？所以这些人参与的人是非常贪婪的啊。然后有人统计了一下啊，说这次受骗的人有什么特征啊？第一个是高净值化，平均个人资产超过5000万元；第二个有专业背景。就是75%的具有金融从业经历，所以这个受骗的不是小白。说郑州市公安局已受理报案，并开展初步侦查，重点核查资金转移轨迹及关联人员，同时提醒受害者尽快提交转账凭证、聊天记录、合同协议以及关键证据。而受害者整理材料的过程，也是对信任被背叛的反复确认。维权群里恳请立即发布红色通缉令的消息刷屏，也就是这些人希望这个国家赶紧把这个包哥给引渡回来，红色要发红通啊。说到郑州的这个资金盘爆雷，我们不能不提的吧？几年前河南村镇银行爆雷，你说这个中原大地他就怎么不吃一堑长一智呢？金融圈就乱成这样。这还没完啊！包小伟事件并非孤立。郑州市法院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市审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、集资诈骗案件137件。这类案件多以熟人信任为突破口，骗子常注册合法公司，参与公益活动，包装形象，再利用私域传播制造稀缺投资机会，随后卷款跑路。警方提醒，合法投资不会承诺保本保息，也不会仅在朋友圈传播，必然通过正规金融机构进行，并充分揭示风险，而非依赖人情担保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啊，为什么从10几年前开始那个易租宝爆雷啊？这个每年都有大量的 P2P 公司爆雷，这些资金盘爆雷，每天
媒体新闻的报道，然后专家对吧，还有法院审判抓人，公安抓人，为什么到现在了对吧，还有人乐此不疲，把自己辛辛苦苦赚的钱就这么交给骗子？骗子只是讲个故事，包装一下形象，为什么？还是贪欲啊！就是现在啊，你要说这些人一点都不懂，我不信。这些人都知道有风险，他们通过这个市场，通过媒体，通过大家反复教育啊，都知道这玩意很危险，很容易就爆雷。但是他们认为他可以在爆雷之前跑了，他高估了自己的这个控制欲望的能力，高估了自己，就像胡适一样啊。我相信啊，有绝大部分这个金融消费者都知道胡适有问题，对吧？做假账、欺诈善事，那都是司空见惯。但为什么这些人还参与呢？所以你要想到这个，你就发现了哦，还有那么多人参与什么非法集资、资金盘，太正常了，对吧？胡适这些人不也参与吗？都知道啊，这有问题。2.4亿人参与，都想着赚，还想着不是赚15%啊，他想着赚2倍、10倍，最后变成巴菲特，最后变成财富自由，是吧？所以你要这么一看的话，发现咱们不缺傻子，主要是傻子太多，骗子显得有点稀缺，骗子少了点。这傻子又不是群傻，这傻子主要是贪婪，又贪又傻，就会出现这个情况。所以你看啊，2024年居然还有人去投他，去集资15%的收益，这简直就是疯了。就和现在胡适一样，上了4000年，好多人还要财务自由，对吧？还想通过一买一卖就能不劳而获，就能不用出卖自己那8小时。你都这么想，那这个社会怎么进步啊？没人干活，买个什么东西再一卖就能赚钱。这2天我看新闻报道最多的就是黄金，对吧？好像连跌几天吧，大量的人爆雷，大家可以看个视频啊。黄金我真的没招了，国庆之后990入的黄金，我当时是差不多已经在顶点了嘛，然后后面它是一路跌，我一路补，把我自己的成本价从990补到970之后，当时好像有一个周末之后我就忘了这回事了，大概5-6天还是快1个礼拜没看吧。今天吃晚饭的时候看了一眼，金价跌到890了，就是我差不多每克跌了100块钱。当时我其实很难受，然后我就想着我就算卖了，就算算上手续费，但是我明天后天只要按照这个涨势跌，我不管什么时候买回来我都是可以的，没关系的，对吧？就算不买回来我就跌，那我就及时止损嘛，也差不多了。结果我觉得最难受的就是我卖完2个小时，我刚刚看了一眼，它又涨回去，涨到896了，就是我在最近几年的最高点买入了黄金，然后在那个最低点卖出去了。这个博主好像是，我看他是跑长跑的，爱好跑步，结果古巴也是无聊啊，受朋友影响，黄金投资黄金。所以我一直说啊，就当前这个背景下，你不要老想着通过什么一买一卖还能赚钱，现在要想的就是如何把你的血汗钱给保住，这是当务之急，对吧？这是当前首要任务。好，这期节目啊，咱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